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，台中市政府鼓励生囝是来扩大试管婴仔的补助。台中有一间病院协助将近1000个太太做试管婴仔，顺利来做妈妈。即天邀请到几啊位翁仔某带着小宝宝等来病院参加庆生会，来分享因美满的家庭。爸爸妈妈抱红婴仔就会庆祝生日，分享快乐。因拢是有试管婴儿补助进就会加持，希望当鼓励更加侪人莫放弃希望。如果在4岁以前呢，大概有6次的补助机会。那第一次的话呢，是总共有10万块。其中一对姓王的翁仔某，随某一个住越南，一个住台湾，嘛是靠试管成功生出一对红婴仔。病院讲有补助的查某人，有生率是63.9%。即使是年纪大了，就2个也蛮危险的。医生也说要不要钱，可是我就说没关系，我就努力。如果3个可能就会钱。病院讲，即马政府有相关补助，靠年岁查某人莫放弃，毋望试管补助会当互愈侪妈妈有信心生囡仔。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